先生按做，你抢错。按做，我做得向你问路么？冇问题，请问你要去哪位呢？我想要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你又想要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去过梅农咧，客家人大部分懂什么？东市人係咪也窮人呢？係啊，你入堂過15落3件腳，5號架大貓步驟麼？該嘛該意思？去看哪意思的？該愛用辦去呢？你係對我哋市政府呢篇稿去係麼？係啊。你做得對呢篇錯152號巴士，去到鳳園嘅潤豐園子總站，下車過後派206號巴士到南平里站下車，這個行大約10分鐘就到咧。聽講該位當有特色咯，係麼？係啊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市球火車頭改建嘅，老街電車廳改裝變身輕列車，還保留球車頭銀行電車嘅充電呢，當值得看哦。哇，知道當有意思。請問秋圈還有乜嘅好搞嘅地方麼？你去就錯咧，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走廊4行岔頭，風景清靜，還走得眺望冉冉嘅客家山上，如漢還可以去試拉卡板呢。乜嘅按到拉卡板？去試試看就知咧。食材很好啊，該嗌一下就出發。請問巴士車牌喺哪隻方向？來，請你先到市政府正門口，先過大路行到對面，就係巴士車牌。我知咧，希望你唔是客氣，聊到愉快哦。